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罗西亚，甲总统普京见面。金正恩是讲会支持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战争。利比亚变大雨，两座水坝被砍一绑起，水冲入城市，未输海扫，上无已经有5000人死亡，9万人失踪。奥地利动物园有犀牛向起掠狂攻击饲养员，结果是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人是当咧罗西亚访问，今日已经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因两个人是做伙去参观东方太空发射场。金正恩阁讲会支持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战争，毋过是无公开讲到武器买卖代志。另外，金正恩就算人伫咧国外，起诉的动作嘛无停过，今日是阁射2粒飞弹。北韩13飞弹试射是今年以来第17摆发射飞弹行动。根据日本媒体引用防卫省的信息指出，台湾时间早时10点41分甲10点51分，北韩先后发射2粒飞弹，飞行距离各自为350公里甲650公里，落点拢是伫日本经济海域以外日本海范围内。尽管无传出任何损失，不过日本方面依然是顺外交管道向北韩表达抗议。今般の発射を受け、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北朝鮮に対して厳重に抗議をしました。日本防卫省的分析指出，第2粒飞弹的飞行路径呈现所谓无规则弹道的状态，也就是亲像俄罗斯前方型加中国东方17型的方式。这是北韩伫7月19日后，今年第2摆来试射这种的飞弹。另外，北韩试射飞弹拄好也是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会见总统普京的时间点。普京陪同金正恩参访位伫阿摩尼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了后，随即进行高峰会。对着进行超过1年半，军双方拢无进展的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金正恩搁再讲到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持。会谈中，普京答应协助北韩卫星的技术，不过两个人并无公开讲到外界所关心的北韩援助俄国军火装备的话题。 그런 패권주의 세력에 맞서서 자기 주권적 권리와 또 안전 이익과 이걸 수호하기 위해서 정의의 위협을 벌이고 있는데 우리는 시정일관 러시아 정부 그 당시께서 취하시는 모든 조치에 전적인 무조건적인 지지를 표명해왔고 앞으로도 언제나 반절 다주 전선에서 언제나 러시아와 함께 있을 것임을 다시 이 기회를 빌어서 확언하는 바입니다. 欧美各国一方面继续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包含备受争议的急速炸弹。一方面指控中国甲北韩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英国至今无法度提出具体证据。俄罗斯、中国甲北韩也拢否认。另外，甲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北韩试射飞弹同时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英国、美国搁再指控俄罗斯向北韩采购军备，并且讲会加重对北韩甲俄罗斯的制裁。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利比亚因为风暴变大雨造大水，上无是已经有5300人死亡，还阁有9万人失踪。这回灾情会遐尼严重，主要就是有2座水坝被砍一绑起，这大水就直接冲去水尾纳德区，这水是来了紧阁凶，未输大海扫，民众根本就袂赴走。咱来看边仔这2张图，顶头这张是水灾进程，这水灾了后是满街路拢是烂土，甚至这搭的厝拢已经互大水冲无去。 厝拢倒了了，歹歹去，车又互土石带掉咧，互大水冲过城市，敢若炸弹炸过共款。风暴丹尼尔侵袭地中海国家，中从利比亚东部沿海城市德纳。根据当局的讲法，大水河造成2座大水坝绑起，冲走德纳当地的村庄甲真济桥，造成几若千人死亡，上万人来失踪。有一寡病院即阵已经无法度运作，停尸间的尸体侪甲藏袂落去。 عدد الوفيات اللي حاليا في القسم هذا بالذات 1700 وفاة إلى الآن نحصر فيهم موجودين قاعدين في الممرات صوروه صدق أنها نكبة مما تعني الكلمة وضع مأساوي صح
这场灾难发生伫礼拜深夜，真侪人也伫咧困袂好走出来。有直达的民众讲，迄暗捌听到真大声的爆炸声，因随即知影讲水坝已经放弃啊，大水真紧沿着河川对山顶冲向村庄。而且初步的外来援助一直到灾害发生36点钟了后才到位。Part of the roads accessing Derna have been destroyed, so the city is isolated, and efforts to reach the city via sea haven't materialized yet. Of course, there's the bigger problem of the political impediments to aid. 利比亚长期予东西两个敌对势力控制，政局无稳定，一直发生内战，掌权者忽视国家基础建设，才造成这阵救灾困难。另外，由国际援助一般经由西部控制区来进入，为伫东部灾区想要得到救灾资源，也系地方的政府来答应。像土耳其救援队已经到利比亚，邻近国家的救援团队也陆续来投入救灾。公视新闻杨干编译。南美洲的国家地理有车路是熊熊凹一大坑，而且伊的边仔就是一个度假社区，是有几多栋大楼。惊崩塌会害大楼倒去，为着安全，是赶紧叫内底的住户赶紧出来。画面内底大楼的边仔出现真大的坑，车路是规个断去。伫地理中部的外巴来说，一个度假社区边仔的山坡地，车闸熊熊大规模崩塌，崩起的地点就伫大楼边，而且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发生啊。De una lluvia extraordinaria, más un suelo que ya estaba erosionado, se generaron algunas dificultades en la parte baja de la duna, lo que fue subiendo en la medida que llovía, ¿no? Y eso genera un segundo socavón poniendo en riesgo, en este caso, a las personas que lo que termina finalmente en esta evacuación preventiva. 这个真大的坑差不多有10公尺宽，5公尺深。当地政府怀疑讲，拜六礼拜就大水雨，土坝松软，才会来放弃。就伫离礼拜放弃的地点无偌远的所在，嘛有另外一个真大的坑，是顶个月出现的，一个月来崩2届，律师指控附近的工程有大问题。Sin las cuales no se hubiese producido necesariamente este socavón, las lluvias en esa cantidad están absolutamente anunciadas. 就算目前大楼无出现各样，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车闸紧急把附近4栋大楼差不多200个住户疏开。Tratar de alquilar algún departamento más pequeño y apurar las gestiones administrativas y judiciales para ver si podemos volver a la vereda. Porque el edificio, por lo que yo tengo entendido, no tiene ningún impedimento. Claro, tampoco. 住户希望量早理清是安怎会崩一个这尔正力，而且互因赶紧登去处理。那当地政府表示，目前当地的评估损失，会赶紧确定地区大规模崩塌的原因。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方媒体证实，防卫省对今年春天开始，加派一个文官进驻台湾的日台交流协会，加强沟通甲收集情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纽约州宣布明年开始，旧历过年学校休假。而且称呼旧历年是亚洲春节，甲中国春节这个名划掉。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安全局警告讲，有2个保守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可能是中国间谍，这2个人随风换掉。所瑞是美国纽约市就指出，葡萄牙有一间酒厂有2卡大型的酒桶憋起，200多万升的红酒流去附近的街路，卖出一条红酒河。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司法部告Google甲科技产业规划旁，当规定，若是Google官司拍输，恐惊会倒。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指控暗号因后生牵涉贪污。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就宣布讲，要开始对拜登单核调查。白宫就批评讲这是政治操作。虽然讲拜登的民主党是国会上大党，这单核应该是袂过。不过，可能也是会影响到伊明年的总统大选。美国政坛阁出现弹劾的风暴，主要是针对总统拜登。That's why today I am directing our House committee to open a formal impeachment inquiry into President Joe Biden. 麦卡锡讲，共和党掌握人证，指控拜登在做副总统的时期，和民间航特伫海外商业交易是涉嫌污洗，而且对美国人民讲白贼。Eyewitnesses have testified that the president joined on multiple phone calls and had multiple interactions, dinners
resulted in car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his sons and his sons' business partners. 这是美国国会2016年以来第3摆对总统提出弹劾的调查。前总统川普执政的时阵，捌互民主党弹劾2摆，真侪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这摆的动作其实是在报复。There is not a shred of evidence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committed a crime. This is an illegitimate impeachment inquiry. Period. Full stop. 北京发言人嘛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谴责讲这是上海的极端政治。其实要弹劾拜登并无这么简单，因为目前共和党敢若伫咧众议院占小可多数，佫毋是所有的共和党人拢赞成安尼做。就算伫咧众议院过关，要伫咧民主党掌握多数的参议院过关，这几率会使讲是真正足细。I've just never heard of a president being impeached because of the actions of a family member. I'm not aware of that's anything that's ever been proposed. And I think Republicans know this to an exten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draw connections between what Hunter Biden has done, and certainly he looks like he's in a lot of legal trouble. 专家认为讲，弹劾调查的政治影响有可能是双面刀。那真正会当逼出什么大家唔知影的代志，可能甲川普官司的焦点转来遮，但若找无明确的证据，恐惊会颠倒去影响到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选情。公司新闻7万0编译。奥地利的动物园有犀牛凶向起掠狂，攻击伊的饲养员。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来到3天嘛去互攻击，所以讲计共是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画面上，这只重1.8吨、体型真大只的母的犀牛，就是造成饲养员一死一伤的凶手。这个事件发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动物园。园方讲，拜2早起，这33岁女性的饲养员像以往同款要去饲犀牛，无想这伫工作时，这犀牛凶凶对伊展开攻击，造成伊胸腔严重受伤，当场不幸死亡。Die Tierpflegerin geht normalerweise in der Früh zu den Nashörnern, schmiert sie ein mit Insektenmittel, weil die Insekten die Nashörner immer ein bisschen nerven, und hat das gemacht, wie sie das jeden Tag macht, wie sie das seit Jahren macht. Und was anders war, wissen wir nicht. Ja. 事发当时，另外一名男性饲养员赶到现场，想要将犀牛赶走，不过上赶也遭到攻击，造成脚骨断去。加在经过紧急手术了后，已经无性命危险。这2个饲养员是一对翁仔某，太太来自德国，李先生是奥地利人，2个人拢是经验真丰富的专业人员。为安怎发生这款的意外，动物园也惊到。War auch immer bei Untersuchungen oder so dabei, weil sie eben so gut mit den Tieren kann. Ja, sie ist Profi. Und arbeitet einfach lang und gut mit Nashörnern. 犀牛是陆地上体型第2大的食人动物，敢若比大象较细只一点啊。园方指出，正园区内底有4只白犀牛，造成事故的母的犀牛，2009年就已经来到园区，以立正合作。从来毋捌发生地，离园区内底犀牛区成立30年来，也从来无发生过攻击事件。研判犀牛可能是受到某种刺激才掠狂。像警方甲劳动检查部门已经对这事件展开调查。动物园也伫12、13连续关门2天。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玛丽莲梦露是美国50年代大名车，可惜是真少年就过身啊。伊在生的时阵，伫咧洛杉矶的这栋厝过滚了手，现任的厝主是暗算要甲拆掉。这个厝主是今年7月开840万美金，好贷票2亿6千多万买。申请要拆厝，这建筑安全局嘛已经批准啊。不过，各界认为讲这是有够可惜的，一直争取卖拆，所以讲洛杉矶的市议会就赶紧甲梦露这栋厝来做历史文化古迹，希望会当甲伊保存落来。周围内面遮悬的树仔是开白色的花，但是内面白壁红砖仔建筑看得出，因为时间真久，一寡厝顶的砖仔已经落到来破去。这是伫咧1929年起的，这有西班牙殖民风情的游泳池好野厝，是美国上有名的 sexy 女神玛丽莲梦露伫咧洛杉矶的故居。1962年3月，伊和第3任的翁婿离婚了后，决定要去买这间伊唯一个家己去买的房产，但无当后伊就疑似食过量的爱困药啊。伫厝内过身，迄当阵伊才36岁尔。
这栋厝是见证玛丽莲梦露真短但是真精彩的一生。伊真单纯搁美丽的形象，大家拢一直伫真侪迷众的心中。伊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神秘的情史，尤其替伊人生增加传奇的色彩。但是这栋陪伊度过上尾时间的好业厝，最近差一点互新业主拆掉。经过民众强烈抗议 ，LA 市议员顶礼拜五提案要求市府甲这定做估值。Marilyn Monroe represents to so many people, men and women alike, what it is to overcome adversity, to work in Hollywood, to be a trailblazer and an icon. And this home where she lived and brought her unique personal style and touches are the exact kinds of monuments and places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根据报道，今年7月，一个无公开身份的买家，以要840万美金的现金买这栋厝，遂启动拆除许可证的申请。看起来都是为着这第三重建了后的价值。但是这侪年来，这栋玛丽莲梦露的故居已经是洛杉矶的地标。真侪民众拢特别到这来怀念这个卖倒大家，但是方言保命的大明星。I would love to have as a landmark and keep it as it is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that come out here and I love to be able to show them around and they really become in awe with the city and with actors and with entertainment. 目前市议会已经要求市府的相关单位开始保存这个故居的定数，未来民众同款会当继续来这耍，缅怀这个大明星的风采。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2020年有一北世界名为梵谷的春日花园，伊是伫咧疫情期间荷兰的一间美术馆。美术馆当时是无开，说是去互贼仔弄破玻璃门头摕去。这对查3年半，即阵总算是找到啊！贼仔本人密起来是叫别人甲斗摕去刑的。嘉在即北都是保存甲真完整，受损无介严重。贼仔将玻璃门拍破，趁2020年3月疫情期间创立伫荷兰已经封馆的新格拉伦美术馆当中，将美术馆为格罗林根美术馆招来梵谷的画头组。这个互人头组的画是梵谷伫1885年所创作的春日花园，春天伫罗宁的莫斯公馆花园。估算7大核心海票1到2亿。艺术侦探布兰德用3年半，总算伫10月找回这幅画。伊真细致拍开那些IKEA购物袋啊，这画就伫内底浸透土内底，佮用泡泡纸包好。It took 1300 days, but here it is, and I will hand it over in a few moments to the museum director, and I think he will be happy. 根据了解，这个梵谷名画伫荷兰头早发生几个月，或者叫做彼得罗希的人为贼偷尼尔斯的手头买走，暗过后来彼得罗希因为毒品走私案件伫各种服刑，伊想要利用这百回来换取减刑，暗过互布兰德甲警方拒绝。伫这时间，这百回一直下落不明，一直到2礼拜之前，一个讲是甲窃案无关系神秘查甫人主动联络布兰德，讲伊想要行这百回。I couldn't believe it, but it's really, really happening. It's physically there and it's safe and it's in not perfect condition, but it's fine. 荷兰警方艺术犯罪部门证实，这百回是真的。对查迄个真受注目的失窃艺术品，荷兰叫做艺术界印第安纳琼斯的布兰德表示，确认这百回就是荷兰头早的梵谷作品，是一生当中上骄傲的时刻之一。公司新闻深入会编译。苹果今日早起发表新手机 iPhone 15，伊充电的插头总算是改甲其他的手机同款，用 Type-C 的规格。上顶级的机型，一支是卖美金1200，好代票38500，是比顶一代贵3000。苹果手柜发表真受人注目之一 ，iPhone 15手机专门结合 USB-C 连接头，翕相镜头用深度型处理器，以光子引擎控制光线，提高图像的品质。甲超悬解析度的图像结合，还佫有动态倒激性，光度佫再升级。iPhone 15 and iPhone 15 Plus, now with Dynamic Island, an incredible camera system featuring a 48-megapixel main camera and the power of A16 Bionic in a gorgeous new design. And iPhone 15 Pro in titanium with the new A17 Pro, the fastest chip ever in a smartphone. 投资人明显对新发表的产品无真深的印象。这个发表会除了公布新的一代 Apple Watch 以外，嘛无会当拗的手机新的 iPad 甲 Mac 电脑。迄天苹果的股价是落尾2%。
iPhone 154种型号伫科技上并无明显进步，不过上悬卡的 iPhone 15 Pro Max 是增加充分的功能，价格比去年加100块美金，起9%。一支手机的价格是1200块美金，等于是台票38500。I think there were lots of worries that Apple would raise prices $100 or $200 on the phones, and we didn't see that. We saw that the prices remained the same. Yet,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year over year. I think the biggest upgrades were two things. One, the new chip, which allows for a better camera ISP and better camera functionality. For Apple to now have one charger across all of its product lines. 苹果公司今年连续3季销售额甲去年同期来比有较少，嘛当咧想办法改善这款的情形。从去年7月中以来，估计落要10%。公司的市值头一届就超过今年热浪达到3兆美金的时阵。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日本小燕真出名，当今有业者是推出小燕的主题旅游，唔来当伫咧餐厅真晚间看小燕比赛，但选手翕相，卖带游客去看选手训练的所在。这是东京都白田区一间用趣味大杯小宴表演招人客餐厅，扛棒就叫做环公纪地牌。虽然场地规模不如每年举行大小宴的国际馆，或者是体育馆，按过引进国的观赏，甚至甲选手斗阵翕相，和餐厅开播以来人是直通通。口コミとあと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あと結構 YouTuber の方、海外の YouTuber の方が撮影し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その方に紹介してもらってっていう形です。Alors j'ai beaucoup aimé,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On était très près des sumo, on a vraiment pu tout voir. Ils étaient vraiment nombreux,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ça. Et c'était très impressionnant et super intéressant à voir. 除了安尼餐厅参观小宴部吼，也就是大小宴各地会馆团体训练选手的所在，也同款是一定爱回行程。Because of travel was shut down almost for 3 years, especially even Japan, almost 4 years, that it's opened up and it's like, I can't have that for 3 years. Now I want it even more. It's sort of like they take away something. Now it's like more interest in it. And I would say mos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now that Japan is different and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place. 大杯小宴这种古老竞技，起源年代已经无法度苛刻。发展到今仔日，除了日本本土的选手人才真多，也有未少外籍选手也真受欢迎。为职业人口比例真高的美国夏威夷，甲同款流行小宴的蒙古甚至欧亚交界超正共和国，拢有袂歹成绩。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